大家好，歡迎再次一齊參與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面一啲嘅民生需要，我哋一齊嚟到去守望嘅。咁根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之聲最近一篇嘅新聞報導咁樣講，佢話近日有網民發帖就反映喺一啲電商平台上面，同一個連結同一個使用者落單，僅係因為收貨地址唔同，而商家發出嘅貨品品質亦都截然不同。如果發去北上廣深嘅會比較好嘅，發去下級城市就較次等啊。咁專家認為電商呢種嘅 A、B 貨嘅本質係以優質嘅樣品引流獲客，佢係用啲劣質嘅貨品賺取個差價嘅，將經營成本轉嫁俾消費者。咁由於呢個維權門檻極高啊，咁處罰力度亦都輕，一定程度上係助長咗電商 A、B 貨嘅假象嘅。而近期出現嘅地域 A、B 貨新嘅形態係對消費者唔合理嘅差別對待，構成消費嘅歧視啦，涉嫌消費欺詐嘅。我哋一齊低頭嚟到去為神州禱告。主啊，我哋懇求你讓神州有關當局可以加強呢啲嘅抽查，亦都讓呢啲嘅電商嘅平台佢哋認真去處理呢啲客戶嘅投訴，唔好單退款就了事。如果發現佢哋真係當中有一啲嘅商家係有欺騙嘅成分嘅，盼望法例亦都可以俾到佢哋有足夠嘅懲罰同埋規管，以起呢個阻嚇嘅作用。我哋同心嘅禱告，仰望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下個禮拜約定大家繼續一齊守望神州，拜拜。